哦好。离开故乡这多年，走进天涯四过境。其实也没有再多余的时间跟精力在干嘛，对啊。像我们昨天找那个朋友来，就是我们需要多一个人力啊。我们其他母系感的，像接活动那种。对啊，就是帮我们接洽活动的细节的东西。我觉得花很多时间在那个东西上面。其实我应该好好的做音乐，立勋也是，我们要再花多一点时间把音乐再做好。对啊，结果拢坐电脑面前。听着你讲，故乡是爱人。你讲故乡是咱的爱人，我煞找无我的爱人啊，伫倒位？伫倒位？目睭一年已经34啊，坚持理想无了时。如今故乡有苦难事，流浪的囝儿啊，做伙来转去。故乡故乡，你伫倒位？思念你的笑，也想起你的甜。青春无了时，阮要将理想带转去。故乡故乡，你伫倒位？思念你的笑，也想起你的甜。青春无了时，阮要将理想来带转去。虽然我即摆住咧丽水，但是我自细汉拢伫咧遮出世，伫遮大汉。对，所以你们看到的这些地方，是我从小到大看着它，应该说在这个地方看着我长大。我是完全靠音乐赚钱的，而且我活得很好，非常好。因为在这边豆腐汤只要10块钱，对啊，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活得很好。我今天我要最后悔啊，对啊，所以没有什么不可能啊。我是很努力的要证明给很多的爸爸妈妈看，说其实小孩是可以从事文化工作的。台湾其实在改变，你要相信，恁囝仔该音乐、该画图、该翕相，都可以去。我的爱人啊，伫倒位？我一直在写浊水溪的歌，我一直在写水圳的歌，因为这对我来讲，对家的所在足重要。你凊彩问一个阿公阿妈，落水溪有重要吗？若拢无，阮就拢不用生活在这里，也完全不用活在这边。所以我一直在写浊水溪的事情。所有的民间艺术都从宗教出发，那是很值得去学习或者去看或者去关注的一件事情。就是叫挂进简单的讲上在地，最国际化的东西就是最在地化的事情的样子。所以为什么我要学过去？好，李辉恒。
花啊会啊用，心啊心啊要请你着煮啊生娘啊咧煮啊生娘啊，二啊月啦好花啦，四啊目啊你啊，两啊平啊两啊泪滚见啊，请神敬花啦花啊会啊变，神啊女啊得怎你着知啊骗人啊咧知啊骗人啊。2月过了，3月好花对这来呀。3月啦好花啦，4啊无啊等，两啊平啊两啊泪加卡咱，请神敬花啦。这10年来，当川武装青年对都市抢到乡村，对海边啊抢到山顶，行过台湾真侪小所在，实在真侪伫地方推动理想的朋友，有的甚至做伙行过抗议的行动。这摆，我要带着新专辑《根》，返去这个所在唱歌，看一下老朋友，实在新的朋友，烧酒喝一杯啊！这就是根的意义。好，谢谢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这参加这个活动。